来讲核三厂的公投案，为了配合民众8月23出来参与到这个核三公投案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今日展开全国车哨的宣传，是讲针对核废料的处理要安怎处理。这黄国昌进前的辩论会就主张讲，会让将高阶核废料注入地面、注入这个土骹，也毋过未至于讲，敢讲是要往土骹挖一座玉山。这个会议团体嘛表示讲，这根本就未通。针对这点，黄国昌是回应讲，民粹的言语对台湾无帮助。同一个时间，反对团体嘛开记者会宣布讲，明仔载要上街路游行，反对核三厂重新启用。核三也异口同意为台湾争口气。徛伫咧车顶比手势，宣传核三演绎公投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为新北出发，要全国洗透透，并投票前一礼拜推出同意票。有非常多的人民还不知道8月23号有这么重要的公民投票案。台湾民众党全党上下，我们肩负起责任，我们有责任让更多的台湾人民知道。核三若阁要启动，外界嘛想要问核废料应该放倒位。黄国昌伫13个辩论会提议，会当为地表挖3到5公里，甲核废料注入结晶岩层。不过，这个深度相当于超过一座玉山。反核团体就随攻击，根本就无法度，就算是即卖技术，嘛阁无够好。这种民粹式啊，完全没有念书的语言啊，对台湾一点帮助啊都没有。跟过去民进党说难不成核废料要放你家，这种言论的水准其实差不多了。我们要如何面对断层可能带来的地震风险？核废料的问题不是政治口号可以解决的，而是必须要诚实面对。妥善处理。辩论会对手嘛，搁再对黄国昌提出问题。同一时间，反核团体嘛召开记者会，会伫咧16上街路游行，宣传理念。各团体来都能够沿街来宣讲，台湾不容许任何一次的核灾，这是我们全民的共识。挺核、反核，个人有立场，就等8月23人民的答案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